温室外河在野党提出弹劾，加做历史上的第3个人。执政党已经宣布讲会团结来抵制，不过也要求温室外就要退党。 준비 없는 혼란으로 인한 국민과 지지자들의 피해를 막기 위해서 통과되지 않도록 노력하겠습니다. 面对六大在野党启动总统弹劾案，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初五宣誓会团结抵制。目前本案也需要8个执政党籍的国会议员换过来，才有可能通过。党魁韩东分析讲，国民力量党无支持戒严，也未为总统违宪的做法讲情，因先提好李。 당대표로서 대통령의 탈당을 다시 한번 요구합니다. 温室也是南韩第3个予人发动弹劾的总统，目前唯一一个予人弹劾成功的总统朴槿惠，在2016年12月，因为收乌西钱，佮建在伊的好朋友崔顺实干涉政治的听闻，予国会弹劾。真生气的示威者自治伫个公化门前，即讲革命的场面真大。反当年宪法法庭通过弹劾，伊落台了后，随予人关。 案件2020年庭审，予人重判20年。尾仔伫2021年得到前总统文在寅特赦，毋才出狱，拢总共关5年。当年调查相关弊案，甲朴槿惠送入监牢的，就是迄个时阵担任总检察长的温室业。这个做法也成就伊的声望甲政治资本，到尾才会当入主青瓦台。啊，毋过即马为了坚固权力，宣布戒严，搁再引起民众激光抗议，也有可能是第2个予人弹劾落台总统，甲朴槿惠的命运真共。 伫搁较早的2004年，罗武宪总统也捌因为亲信涉嫌收乌西钱，去互国会弹劾解职。后来宪法法庭改变这个决定，伊才会当转去青瓦台做完5年的任期。啊，毋过边境人权律师出身，提倡清廉政治的罗武宪，2008年卸任了后，煞互人压讲，伊的家后甲后生伫伊做总统任内涉嫌收600万美金的乌西钱，去互当局调查。 虽然一直好人收钱，啊，毋过也是面临沉重的压力。到尾伫2009年5月跳伞砍自杀死亡，留落有好有歹的评价。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。